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马太福音第9章对第1节一直读到今仔日的38节，敢有人会记住？拢总有几工？马太福音第9章拢总有几工？今仔日用的目者是马太福音第9章的最后一讲。讲起来上简单，总是今仔日的经节内底有一句真特别，也互我的心真感动的。假使你摕圣经甲我共一本，拢是用台语汉字本的，伊的态图伫35节的头前，伊有写着耶稣的人物，耶稣的人物。耶稣伫即个中间有人物，所以伊伫遮看见众人就可怜伊，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若是安尼，趣味的是，羊若无牧者是甚物款的情形？是安那耶稣会伫即个中间用怜悯的心来款待。我想伫即个中间，若是通过去马太福音，咱对第9章第1节一直读到今仔日的所在。耶稣有真侪伊伫心热、怜悯，甚至是呼召。伊呼召马太，伊呼召迄个互人所看袂起做捡税抽象的人。即个抽象的人，伫过去伫耶稣的时代是甲罪人是共等级的，但是耶稣呼召。是安那伫即个中间，耶稣要怜悯；是安那伫即个中间无牧者的羊群到底是生一个甚物款？伫即个中间，咱会当看到是大的欺负小的，是强的欺负弱的，是有权势的欺负软者的，是勇壮的欺负软弱的。羊群内底无牧者，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每一个人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每一个人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向。总是无一个方向，无一个意见会当成做正人的方向，所以大家乱做伙。啊，若是细只的羊仔，亦是弱小的羊仔，伫迄个中间就真惊吓，因为大群体的羊群毋知要行去倒位，毋知要对什么人，对即个红着，对迄个红着。啊，若是教会中间，到底是爱换什么人？换即个红着，换迄个红着，其实真简单。所有的人，咱拢只有一个牧者，就是主耶稣基督。迄就亲像伫一间店内底，就是一个店的头家。敢有人会当看会出即张相片内底，即个人是咧做甚物货？面包。你有看到面包？你有看到伊店真少有迄落店的门口写遮大字？伊写 country bread， 乡村面包。啊，若即个人看起来像啥？伊的穿搭看起来像啥？师傅。啊，伊头壳顶戴的迄顶帽仔我看到足像船长的。伊的形，我伫店的外口看足久。啊，我确认一项代志。逐个入去的人拢是家己买面包，拢家己买啦，所以伊有可能是头家。但是伫一个店内底会当有几个头家？我毋知影一间店会当有几个头家，但是我知影一间店内底若是一个头家的话，真侪代志真好处理，因为你知影要找什么人买，因为你知影迄个价数是偌济。因为你知影当时面包会出炉，因为你知影当时会当找到你上喜欢食面包，因为你有一个人会当去找，你有一个确定的来源，会当互人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好处。我想真侪时伫一个团体内底嘛共款，当有几若个人、几若个头伫遐咧行的时，一个群体所行的。有时无法度伫遐，互人来得到好处，颠倒是大气势、强凌弱，然后伫迄个所在，大家乱做一伙。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看见一群人亲像羊群无牧者，
伊伫遐咧临品什么货？伊用什么货诚做伊的临品？伊要用什么货来诚做即群羊群伫迄个所在会当互人得到人所意爱得到的物件？我想有几点，或者3点要甲咱大家来分享。伫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第9章内底，有3个真重要，耶稣伫遮所做，伊伫遮要重建人生也是生命内底的价值。伊要伫迄个中间重新设立人进前的方向，以及伊要加添，互人脱离困苦的动力甲开力。我想这是要通过马太福音第9章，咱重新搁一摆来思考，耶稣到底伫即个中间伊做啥物？敢有人会记得即个人是啥物人？这是志娟的阿嬷，伊2礼拜前来到伫遮佚佗，伊今年满88岁。伫伊来到加拿大时，有真侪人对伊来，所以伊查某囝对伊来，伊的囝对伊的2个查某囝对伊来，伊一个囝搁一个媳妇对伊来，因为大家拢烦恼即个88岁阿嬷伫台湾身体无介好，无啥物气力。食袂落，困袂好，然后来到遮毋知要安怎，所以非常烦恼。但是真侪人可能知影，来到即个所在，一阵5个人精神上好的是啥物人？就是即个阿嬷。然后食上济的人是啥物人？即个阿嬷。然后生了上界欢喜的是啥物人？即个阿嬷。即个阿嬷敢若烦恼一项代志，伊讲伊无地钱来。伊讲伊无地钱来所以大家拢甲笑。你要地啥物钱？伊讲我无炸台票来。甲讲，你台票而且袂用一人。即个阿嬷来到伫即个所在进前伫台湾，其实大家人拢烦恼。伊来到遮，一来到温哥华，来到伫阮兜的时，所有电话就开始敲。大家足关心讲阿嬷坐遮久的飞机来到即个所在，毋知有好势无？有行船、有行机、行车，还是伫迄个飞机顶艰苦。结果5个人内底，上界无时差生一抓转去了，到厝上界无时差就是即个阿嬷。大家拢伫遐咧问，足奇怪，是安怎大家拢兴甲咧歪高饲纸，坐飞机无习惯，搁第一摆坐遮久。结果坐来到遮上界好势是迄个大家认为上界软只、年纪上界大、上歹适应的迄个人，是安怎？然后阿嬷搁拄好笑，伊来到遮伫台湾是人若要摕物件互伊食，伊就是一句毋爱，无爱食。是安怎无爱食？我咧感觉有可能心情无好，是安怎无爱食？有可能食的物件拢共款，有可能变化无够野。但是阿嬷真奇怪，伊来到遮人互伊啥物货，逐项拢食，所以听讲牛排食几若个。然后伊到伫转去厝里的时，才发现，本来伫台湾是食甲无力，3比8，大家烦恼伊愈来愈瘦。结果转去的时，竟然胖。是安怎？有可能胃口好，有可能环境好，有可能伫即个佚佗的过程的中间，互伊重新看见，哎哟，原来人生遮尔趣味今仔咱伫马太福音第9章内底，咱共款嘛看到即种的情形。伫第一个，伫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内底，伊医好一个摆骹袂行的。即个摆骹袂行的，咱之前有讲到，伊若是伫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伊是有4个朋友开迄个厝顶，然后甲伊睡落来。然后耶稣安怎？甲伊讲啥？你好啊吗？毋是，耶稣讲你会做啥？你会做啥？你会做啥？互你即个人伫人生内底，甲别人有共款的
基础要跑走你人生的路程，甲阿嬷同款。来到遮，重新看见伊的生命是趣味的，重新看见伊桌顶的物件是好食的，看见伫伊身边的遐个人是有疼心的，然后伫迄个中间重新恢复对生命的热情，对家庭的热情，甚至对信仰的热情，互伊伫迄个中间重新做下过去你所欠的，你拢无欠。互伊搁日即摆来发现讲，原来我嘛会当甲恁遮的少年呢，重新去找到对生命的热情，以及我所要食的物件。所以伊会讨呢，伊做两项代志。今日下暗要食啥？以前从来袂问的，因为伊无爱食。但是后来会问啊，今日下暗要食啥？然后伊定定拢顾伫门口。伊惊伊的孙仔，伊的囝、伊的孙仔，讲要佚佗，转做大生转去啊，要甲伊带出去，所以伊顾伫门口。啊，转问讲，啊，恁即要倒？有真侪时，咱伫生命中间的动荡，互咱无法度恢复咱对生命的热情。耶稣伫即个中间所要治的，毋是你的骹摆骹要治好好，伊所要治的是你对你生命的热情要重新恢复。伫即个马太福音第9章内底，咱嘛看见迄个甲罪人共顶级的迄个扣税的马太，伫遐互耶稣呼召。耶稣毋是只有去呼召遐个人看做好，耶稣甲马太讲：你对我，无论人安怎看你，你对我，无论人将你分伫人、种族，还是阶级的对一级，拢袂要紧。我爱你，我爱你对我。然后马太也伫迄个中间真欢喜，赶紧随时爬起来，请耶稣去因兜食饭，搁招甚物人来？敢会记住？搁招甚物人来？马太招甚物人去因兜食饭？啊，互法利赛人气到要死。马太招伊的朋友，有可能共款拢是摆伫罪人迄级的扣税人，去到马太因兜做伙甲主耶稣食饭。亲爱的兄弟，耶稣来，伊要重建人生命的价值，伊要重新互人来看见，原来人安怎看我是一回事，但是我伫主耶稣的面前，我是有价值的。我毋是为着人的面子来活，我是要为着主耶稣来活，因为伊看我做有价值的，所以我愿意食，所以我愿意行。所以我愿意继续跑走我人生的方向，所以我愿意每一早起，阿嬷起来泡咖啡。阿嬷88岁，其实伊失智已经几年了，但是因为发现了早，所以医生用药啊伫遐控制啊，控制了真好。啊，即个阿嬷，若用现代，或是用孙仔的标准来讲，这阿嬷逐项拢袂晓，啥物物拢袂晓，伊会晓做的无够，伊含煮的物件，就迄个孙仔晓，一仔无够咸，一仔菜伤烂。但是伊有一项物件，是孙仔若去到厝里，拢爱甲阿嬷讨，袂使家己用哦。啥物话？泡咖啡。啊，厝里买着一台机器，啊，迄个机器，我想咱厝里真侪人拢有，啊。真侪人厝里呢，迄个泡咖啡的机器，就是一个按钮器的，伊就开始煮嘛吼。但是伫台湾迄台咖啡机无遐尼先进，所以吼，你若要泡咖啡之前，得先爱磨豆啊。阿嬷入去磨豆啊，所以甲阿嬷教入去磨豆啊。然后咖啡机内底要泡咖啡之前，机器内底爱有啥？水，所以阿嬷爱去添水。然后咖啡水拢有啊，会记真摕杯啊。然后按钮有3粒，大杯、中杯、细杯。阿嬷照着迄杯啊，甲你要试的，爱配合。所以每一个孙仔若去到阿嬷遐，
袂使甲你泡咖啡哦，你外貌拢袂使哦。你爱甲阿嬷讲，阿嬷，我要一杯咖啡。哇，阿嬷哦，心就欢喜啊。所以孙仔若来吼，就先问讲，啥物人要啉咖啡？然后阿嬷去泡咖啡。啊，伊泡的咖啡敢有足好食？若泡了无好食，是机器无好啦。但是今仔日泡咖啡，真做阿嬷伊甲伊的家庭、囡仔、孙仔、干仔孙的中间一个真好、真好的价值。因为每一个孙仔去，你就算讲今仔日你已经啉10杯咖啡啊，你嘛是爱去甲阿嬷叫一杯咖啡，因为阿嬷伫迄个中间，互人看见伊伫阮中间的价值。亲爱兄姐，咱伫咱的亲人的头前，到底有价值？有时毋是因为咱外口，是因为咱将咱家己放伫什么款的所在。所以，即个阿嬷来到伫遮的时，逐个吼，我伫来讨吼，我讨讲阿嬷，会当泡咖啡袂？伊应啥？伊讲吼，我袂晓啊，这咖啡机我袂晓啊。我袂要紧，甲你教。所以伊遮拢总2礼拜，后来到尾啊，伊学会晓泡咖啡。亲爱兄姐，人生所要跑走的方向，有时毋是用咱家己的想法就会当来限定，但是当咱愿意通过主耶稣甲咱的医治的时，咱要重新恢复人伫生命头前的价值。当咱愿意搁一摆主耶稣讲：主啊，我买。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帮助我过去的欠亏无够额的，甲我一尽扫除，然后互我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转来到伫人的面前，来看见我的价值。耶稣所做的第2项，重视进前的方向。伫即个中间，耶稣用一个真趣味的比喻，就是新酒爱放伫新的批炉内底。这是法利赛人伫迄个中间，伊就要攻击耶稣，甲伊讲：迄落守诫命，然后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嘛去问耶稣讲：阮食饭前拢洗手呢？是安那你的学生食饭前无咧洗手？但是耶稣安怎甲伊？耶稣甲伊讲的就是新的酒。爱用新的回路。耶稣伫迄个中间，伊毋是要拍破过去所有一切传统，但是伊伫迄个中间要重新互人来看见，伫新的时代爱用新的思维，因为只有新的思维，才会当来抵上帝新的稳定，然后有新的稳定，才通有新的作为。因为人毋是为着律法在活的。人是为着活的人在活的，人是为着法度会晓的人在活的，人是因为要通过律法，互咱有一个方向，知影我会当安怎做，我袂去互人警察，我袂去互警察抓。但是咱无法度透过遵守律法，互咱的心活起来，重新找着头前跑走的开端。伊敢若会当保证咱，你若照即个律法行。你袂受到伤害，但是伊无法度保证咱伫即个范围内底，咱会当得到荣华。所以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荣华？结果耶稣甲问啥？讲你读的圣经安怎写？安怎回答？迄个人安怎回答？伊回答讲，圣经记载讲，你着爱尽心、尽意、尽性听主你的上帝。佮爱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是耶稣家己回答。结果即个人伊应啥？伊应讲：我拢有做呢。什么人是我的厝边？伊真诶讲，我拢有遵守，遮个物件我拢有遵守。但是什么人是我的厝边？爱我去安尼做。所以耶稣家己讲一个故事，叫做
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甲伊讲，你所爱做的迄个人是伫对，毋是只有做伫你上介亲的兄弟，伊是要做伫你，就算讲你的厝边无共种族的人，伊愿意用听三款待，迄个就是你的兄弟。亲爱的兄弟，伫即个中间，耶稣定心，佮互人看见讲，你要用头前跑走的气力，毋是因为你是一个律法师，嘛毋是因为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伊正讲的是，你若要伫即个中间，要得到向前跑走的力量的气力，你爱去定心找到你生命所爱的迄个物件，迄个精神去考开。所以有真侪人伫即个中间。咱看到圣经第2段18节的记载，伊有记载着有一个官，伊的查某囝死，所以伊来找耶稣要甲伊救活。然后佫有看到另外一个犯着血漏的，伊想要摸耶稣的衫，因为因认为讲，我若摸着耶稣的衫，我就会得到好；我若摸着耶稣的衫，我就会当继续向前。然后迄个官，伊知影伊的查某囝已经死啊。但是伊甲耶稣讲，只要你来，你愿意来，我的查某囝要平心得到我。因伫遮计较的是啥物？因伫遮计较的是主啊，我完全相信，我相信你会当伫我生命中间做我所做袂到的事，所以恳求你来，只要你讲好，我就会当重新恢复我生命的水平。然后定心头前行，无论我今年是毋是88岁。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咱所看见的是啥物？咱所看见的是人无论几岁，你偌有经验，你偌有偌济财富，总是当人行到一个地步，当到一个坎站，行袂过的时，咱需要有一个定心，互咱。脱离困境的能力，所以伫第3段内底有2个青梅，然后伫迄个中间要来找耶稣，伊来找耶稣讲，我爱看见。结果耶稣甲伊讲啥？照着恁的信心，甲恁成全。即个青梅，伊所爱的是啥物？我爱会当看见，但是你要怎知影耶稣会当互你看见，会当看到啥物款的程度？咱伫顶礼拜的讲道内底有讲到，伫即个所在即段落的经节内底，无共福音书有无共款的记载。有的福音书是写着讲，迄个青梅叫做巴底麦，然后伊甲耶稣讨啥？伊甲耶稣讨讲，我爱会当看见。但是另外一个，咱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啥物？是有2个青梅。然后因来求耶稣，结果耶稣甲因讲：恁会信我甲恁做一件事吗？意思就是互你的目睭看见。了后，耶稣继续伫即个中间，伊阁互一个婴狗的会当讲话。遮个人因所求的是啥物？因所认为的，就是伫因的心内底，因所认为的是，我若去找耶稣，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因伫即个中间，因向耶稣来求讨，结果耶稣安怎甲伊？照着恁的信心，甲恁成全。无论你心内主耶稣安怎来恳求，要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全。所以咱伫马太福音第9章的27节、30节，咱会当看到啥？咱会当看到即2个青年。因目睭得到开，然后咱会当看到迄个婴狗的，伊会当讲话，然后有人伫迄个中间讲，伫以色列中间毋捌看见有遮个事。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是毋是嘛有可能陷落伫咱人生的困境的中间？无论你的困境是互你诚做一个甚物款的感觉，你的困境有可能互你感觉。你失去你原来的价值，你的困境有可能是你失去你所应该有的能力，
你的困境有可能互你感觉你失去你原来讲话分量，甚至互你感觉你伫你人的关系中间，亲像断去的线，无法度甲别人接起。总是无论今仔日你所拄着的困境是甚物货，咱通过马太福音第9章第一摆，互咱来看见。当咱愿意倒来到伫耶稣的面前来恳求的时，主耶稣咧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全。所以青年的看见，那安尼你要看见啥？主啊，你敢知影我的心有偌艰苦？当我看出去的是，即个世界无一个是水的。主啊，你敢知影我的心有偌艰苦？当我看电视的时，每一项事拢互我心真伤心。主啊，你敢知影我的心有偌艰苦？我听讲温哥华真水，但是我透早起来拢咧落雨。主啊，你敢知影我的心有偌艰苦？我掠准我是来到伫一个美丽先进的国度，就是你互我看见的，却是忧伤痛悔的事。但是主耶稣讲不要紧。今仔日无论咱的目睭所看的是我哩咧歹，重新倒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开我的目睭，互我重新看见即个世界的美好。求你帮助我，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兄弟姊妹内底心中的迄个水甲疼。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人的世界依然是仰望在牵阮来跑走头前的。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我明仔载要行什么款的路。有的人是会到，伊无法度讲出阿乐欢喜的声，伊所有的只有吐气。透早起来第一件事吐气，因为有吐气才知影我今仔日有喘气。早暗，阮第三个困伫我的边仔，困到半暝，我毋知是安怎，骹开始踢，吼一直喷一直踢，然后就用火啊，我就紧过，摇摇的，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你是梦到啥？啊结果伊就做了噩梦，但是讲袂出来，全特别好。啊，甲我问讲，爸爸，我可不可以睡你旁边？哦，你若是爸爸，听到祖囝咧甲你讲哦，无迄就讲无爱啦。紧嘞紧嘞紧嘞，我平常是要叫你来，你拢无来，拢走足紧嘞。真伫边仔倒咧困啊。伊搁困到特别天光的时，伊搁醒啊，伊搁伫遐咧回啊。啊，即声我听有清楚啦。伊讲啥？伊讲哦，这是今仔日凌晨发生的。伊讲哦。交换学校，交换学校啊！跟你说交换学校，啊，我可以当甲问哦，也当甲我对话呢，看这广告，谁要跟你交换学校？没有啦，要交换学校啦，我搁甲我应呢，伊讲无啦，我讲唔对，伊是要交换学校，我讲是交换学校，交换学生，交换学校啦，我俩就是醒啊，结果无，然后真正醒的时，我甲问。啊！你昨是做啥物梦？是安那一直咧讲交换学校，你是想要转学哦？哦，你想转学了吗？本来伊读迄个哈佛 view 啊，因为本来阮的学区伫迄个Porter， 结果 Porter 满，阮收满报名，所以已经满，全爱换去另外一个学区，另外一间学校叫做哈佛 view。啊，即伊伫哈佛 view读一学期，足想要甲伊转转来到 Porter。因为 Porter 伫阮兜斜对面尔，啊哈佛 view 就行路爱15分到18分哦，较远的所在。所以听伊安尼讲哦，要交换学校，全想讲啊，即声有梦啊，因也会当转来哦，读厝边仔的学校哦，要行落去学校嘛较近。结果甲伊问，伊就一直笑，伊讲哦，不是学生交换学校，是老师交换学校啦。我想讲，啊是啊，那是老师交换学校。伊讲哦，老师不想教了啦，所以要交换学校。伫迄款的对话内底，互人看见，
人伫心内有一个觉悟，迄个觉悟有可能咱讲袂出来。咱有可能伫人伫上帝面前讲袂出话，咱只剩有诶是一个讲袂出诶吐气。所以对透早起来，来做一日诶开始。亲爱的兄弟，当有主耶稣，无啥物会叫做无可能。当咱愿意去求主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读圣经的时会当讲阿免，互我吟诗的时会当大声，求你帮助我，互我伫人甲伫上帝面前会当开喙学乐求讨，互我会当伫我家己的生命内底大声发出主啊，救我！咱有太济物件无法度对心内讲出，只有点点伫遐看到主耶稣定十字架，然后留保护给别人。总是咱将来无期待讲主啊，愿你所留的保护是为着我，互我下到的喙会当重新搁一摆开声来学乐，感谢你为我所做的，欢喜无煞。亲爱的兄弟，伫主耶稣的面前无可能的事，因为伊互亲年的看见，互婴狗的讲话。今仔日咱有可能伫咱生命中间，咱是真做一个婴狗的。咱有可能伫咱生命的中间，咱有太济讲袂出的吐气，甚至含要向上帝恳求求讨，要叫你写，你就写袂出来。敢会记伫最后，即个伊伫青梅，伊伫迄个青梅叫做巴底麦，耶稣甲伊问讲：你爱我为你做啥物？你爱我为你做啥物？即个巴底麦主耶稣讲：我要爱的看见。然后通过伊的信心，主耶稣互伊重新恢复伊人生所应该有的，互伊继续跑走伊人生的路程。主啊，你写免我，因为今仔日我是一个婴狗。当你问我爱为你做啥物的时，我还讲都讲袂出。我还要问主耶稣安怎来求讨，我都唔知，因为我是婴狗，我讲袂出来。亲爱的兄弟，假使有人会当伫耶稣的面前，重新得到一个重头生重来的机会时，你敢袂？当人愿意伫人生家己所跑走的路站，佮得到一摆重来的机会时，你敢袂？你愿意伫迄个中间重新主耶稣讲主啊，你毋是医治我肉体的软弱尔，求你医治我心灵顶悬所受的痛痛，求你搁一摆。互我通来到伫你的面前，看见你的恩典，讲出对你的感谢。咱若阁有一摆机会来到伫耶稣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成做我的牧者，毋通互我继续伫我生命中间乱说，说袂出方向。主啊，求你帮助我。假使你若会当，互我看见我心上的重担，无需要歹，求你透帮我。耶稣是现代人的是嘛？即个口号真侪人知，总是无拄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伊的生命中间，将耶稣来当作伊的嘛。但是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有一个好处，当咱一个人软弱的时，伫咱的中间有好的兄弟姊妹，有忠心的兄弟姊妹，帮助咱互相学乐，互相看见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教会的意义，这就是咱伫即个所在三甲学乐甲敬拜的意义。当我一个人唱的时，我毋敢唱；当我一个人的时，我唱袂出来。总是当我听见我的兄弟姊妹咧吟咧唱的时，
我就敢唱。当我家己看的时，我看袂清。总是当我听见我的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讲，迄阵人的中间有稳定的时，我会一摆、两摆、三摆，真注目去看。就算讲爱伫水内底洗7摆，我嘛要洗，因为有人伫迄个中间甲我三面地。亲爱的兄弟，今仔日伫教会中间所需要的是啥物？是去传，是去传讲主已经真做咱的牧者，伫咱的中间真做咱养饲、带领、佮帮助的。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安心，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来排练，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来交通。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有喙会当去传，互我有目睭会当看见你的问题。假使咱愿意用即两项伫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求的时，我想主耶稣嘛要伫咱的生命内底对咱讲。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就。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重新看见你的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讲出你的听。求你，互我阁会当重新看，互我重新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确信，当咱愿意用这来恳求的时，主耶稣要阁一摆对咱讲。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就。主耶稣，伊怜悯无牧者的因果，然后第37节内底，伊伫遐咧讲，通收成的是济，做工的是少。有真济人伫即个生命所行的路站顶悬，犹阁欠缺要当看见。犹阁要欠缺会当发声，但是主要所有问题要临到伫遮个人的时，爱有人去传，爱有人去讲，爱有人重新去成做主耶稣伫医治新约中间的见证。愿咱每一个人拢成做见证，愿咱拢成做马可一样，当主耶稣竞选讲。来啊，跟对我，咱拢会当亲像马可一样，放下一切，跟对主耶稣。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犹阁有误，找袂着阮人生的方向，困伫阮人生。在困难的中间的时，你想使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知，阮开费真济的困难、精神，伫阮所行的路顶悬，一直咧哭哭洗。主，当阮洗袂出来时，阮也要向你求讨。互阮摸着你的衫，阮就要得到医好；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就要有你成做阮的牧者，带阮头前的路。主啊，求你阁一摆，用你伫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重新来到伫人甲上帝的面前，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互阮有新的思维、新的问题，以及新的作为，来面对新的时代。互阮的目睭重新开，互阮的嘴重新讲，要看见你的问题，要讲起你的怜悯。主求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重新搁成做你的宝贝，互阮。重新找到阮所要跑走头前的方向。主啊，互阮每一个人重新建立阮甲人之间的关系。求你也互阮重新建立
阮甲即个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啊，求你特别用你的宝血帮助阮，重新建立阮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主求你使用阮，求你也互阮有信心回应你的呼召。求你互阮伫教会中间，毋是坐咧听候，总是要向主讲：主啊，找起我。求你互阮的教会。伫跑走头前的方向的时，阮通有够野的智慧，开阮的目睭，看见头前所要行的路。求你互阮有够野的听心，用喙开声招呼阮的兄弟姊妹。主啊，这拢是阮欠过的，这拢是阮无够野的。就是阮伫你的面前摆伫遮的时，恳求你，照阮的信心。甲阮成全，愿你重新建立阮的教会，愿你重新建立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你重新互阮看见阮人生的价值，所要跑走的方向，以及充满能力来脱离阮所拄着一切的困境。安尼祈祷，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